已经无存在。我甲你讲，我已经解释所有国宝队的球员，包括生。为即马开始，只有金城队无国宝队，而且你的棒球性命到这为止宣布结束。棒球界不是只有金城队。我讲你的棒球性命已经结束，你唔相信？阿鲁巴甲笑面的，因涉嫌职棒迁赌案，你竟然暗藏事实，甲代志压落来。只要我甲这件代志公开，你想，你敢还阁有机会拍球？你失去了战场，也等于失去了一切。我看你这个战士，就爱彻底行入历史。其实哦，想想的，我有淡薄不忍心嘛。你伫球场上遐尔威风，拍出一片天。也毋过只要离开球场，你彭志强就啥物拢毋是啊。高明杰，你用 BP 的手段拖走国宝集团，即摆要甲国宝队改做金城队，我嘛会当直接甲你讲，强版的水果袂甜，手内的物件捞袂掉，我就唔相信你会当得意偌久。真正威王啊！你这失败者有啥物资格甲我讲这个？也毋过吼，只要你愿意救我，我会当替你伫个国宝集团安插一个职务。是讲哦，一个拍球的球员会当做啥？送公文还是做警卫？你介意倒一款？高明杰，你打别人的身躯，这就国宝集团总裁的大位，你就看人无问题，抓准家己真了不起，有无真可笑？伫我的眼内，你只是一个BP小人，我看你袂起。看来你唔拿球咬拍，你这支嘴阁真厉害嘛！也毋过，成功唔是用嘴讲，是爱靠本事。你即摆随甲我离开国宝集团，等者，也阁有以后你嘛莫想要得到警员。安怎？听无我的意思？哼，我就讲过啊，恁遮拍球的人头壳真简单啊。敢讲你看袂出来？我甲伊经营真久。高明杰，你毁掉金价。金元挽回你都袂有啊，伊绝对无可能接受。这你唔免烦恼，你只要等下啉我甲金元喜酒就好。嗯。我哪会行来志强因兜遮呢？志强会安怎看我？我感觉是连一个会当讲话的人都无啊！志强，高明前要解散国宝队，你这球队的公关经理来找我。敢想要宣传我有球队开除的消息？我无这个意思。我无啥物好讲。志强，志强，其实球队解散早就是我意料中的代志。我本来是想要太明前在采取行动之前，就先甲你解释，谁知影伊的动作会遮尔啊紧了。以前的国宝队叫金城队，当年金万山为阮客爸手头，将金城队抢走。我甲民警会无顾一切夺取国宝集团，目的就是要金城队重新阁活起来。金华甲恁客爸有甚款有缘，我无了解。代志的发生总是有伊的原因，要么真有可能你看到只是表面。不过我看到的是阮客爸在失去球队后的死一个痛苦。
你知影无？阮客爸是将我甲面前为贫苦、甲无依无我的环境中救出来的阮的。啊，毋过，阮却连一个报答的机会拢等袂着，伊就叫金万生害死啊！敢讲，阮向客爸讨的一个公道嘛毋对是？是咪？无德甲手段是袂当揽做伙讲的。你认为你的出发点是为了要报恩，为了要讨回公道？要么就算讲你的目的搁较光明正大，你嘛袂当不择手段。你敢知影？你的所作所为伤过卑鄙，伤害真侪人。你有想过无？就算讲你的客爸伫救援地下知影你安尼做，伊嘛真有可能袂赞成。是咪？想看卖金元，伊甲你当作好朋友。想看卖金苗，伊遐尔真心爱你。还有金元爸爸，伊遐尔相信你，互你伫古堡集团担任遐尔重要的职位。要么这个人拢因为你的阴谋设计，受到遐尔大的打击，你的良心敢会得过？是咪？一个人活你的过去，互受分别条过日子是真悲哀的代志。敢我你甘愿选择过去的根，要放弃你即马掌握伫手头的幸福甲友情？你敢袂感觉你付出的代价伤悬啊？我唔对，伤悬啊！你的代价确实是伤悬啊。假使我讲话，你无介意听？无。志强，你讲了无对。但我实现我的目的，同时我嘛失去身躯边所有人的生命甲友情。我突然间感觉我就孤单的。是毋免你，我无想要看到我。你要把你的仇恨放下，再当把你的良心找到。我会记得，咱捌做伙为了古堡队来拍拼。你会记得无？你捌真心替古堡队加油，嘛捌真心甲金庸、金元做伙笑过，做伙哭。我会记，我拢会记。人唔惊做唔对代志，敢若惊继续这个步。你好好想办法，千万唔通让仇恨去占着你的心。我想过啊，我确实拢想过啊。在我看到金万山为了金庸，为了涂骹磕头认罪，我看到的是一个做爸爸对后生的爱。啊，不过迄个时阵，我已经唔知我跟伊在创啥，我唔知我想出会当安尼对待一个死大人。假使这一切拢无来发生，迄个跪落来的人，就是你将来要看爸爸的人。你会当反省，我感觉真安慰。有无恐惊？即摆就算讲你要放下仇恨，嘛已经袂有啊。因为有两个人，互你伤较真深。你讲的是金庸甲金元？金庸是遐尔爱你，金元如果把你当作是家己的好姊妹啊，感觉。对了，伊拄则问我是毋是阁愿意看到你，我甲人讲，愿意放下仇恨、改过自新的人，我嘛愿意继续甲伊做朋友。多谢你，志强，多谢你。我一句话想要甲你讲，我知影金我爱你，啊，不过，敢会当好我嘛爱你？美英姐，咱两个人敢来当做朋友。
志强，我已经爱着你啊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爸，你一定要赶紧试过，我阁需要你帮助我。需要你指导我，我伫遮救助，我一定会拍倒公平者，替咱警察重振事业。大少爷，你搁有面来遮看阮爸爸着？我过去了解中风，我当然应该来甲看，表示我的关心。安怎？你已经看过啊？即摆会走啊？大少爷，你何必拒绝我的好意？咱的恩怨已经结束，我也是会当带念咱过去当初的情分，甲你做朋友。你的恩怨已经结束，啊，毋过对我来讲，咱的恩怨才拄开始。不然伊是搭袂下海翁啦，你不如较认真。唔通看袂起意志的力量。布拉伊若是有意志，同款会当食着海翁。我真正爱改变对你的看法的。你这个甘金汤是出世的大少爷，好晓讲大声。要毋讲你讲我遮好听，你敢做会到？你这个大少爷，除了会晓投球以外，真歹势，我讲唔对。你的手已经受伤。连投球的机会都无，我实在想无你会当做啥？又搁凭啥来甲我对抗？你是毋是搁讲爱凭什么意志呢？啊？我看不如安尼啦，你就来我国宝集团上班，我保证一定替你保掉大小的面子，互你一个真好的职位。我无需要你的施舍，嘛袂受到你的侮辱。我会甲我手头全部的股份拢卖掉，将资金甲你拼到底。千万唔通安尼做，莫讲哦，爸无好价钱，就准讲你卖掉啊，你敢会晓做生意？万一哦，要是做到赔钱，我看恐惊你连食饭就是问题啊。假使你若是聪明人，就继续做你的大少爷，等我分股份的红利予你，我来替你趁钱，安尼不是真好？你是讲啥话？你若是讲啥，你即马就赶出去！出去啦！金阳，既然你向我宣战，我就袂留真面。等你凄惨落败的时阵，就莫怪我无警告你啊！高明正，你是安怎霸占阮景家的财产？安怎阮爸爸受尽侮辱？我全部拢记在心肝内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加倍土倒转来。金阳，大声话每一个人都会晓讲，要毋过伫我的眼内，你只是一只随时拢会当互我累死的狗血啊！若毋是看到你救我的面子，只要敢有你讲话的所在，等你情况嘛，你家己归流动。会记我即摆讲的话。一世人，只要我光明正大，你永远就是一个被我立一个涂骹的失败者。高明正，我这世人，甲你势不两立。江明启。另外，你来了拄好，我才拄好要找时间去看你。我问你，为什么我打电话去省办公室找志强，
接电话人甲我讲，高宝队已经无存在啊！你搁甲志强开除，还搁有甲sen的、甲阿鲁巴，搁有其他重要成员拢变走。金源，你嘛知影我要完成客户的心愿，所以毋才甲国宝队改做金城队啊。彭志强，我哪有可能互我的情敌留落来啊？金源，今摆应该是我向你表明的时阵，我对你。 我无想要听。袂用的，你一定爱听。我要让你知影，我有爱你。只要你点头，我愿意甲你分享我所有的一切。我会做一个有效假赛，我会照顾家己的大哥金庸。今晚过去的代志，咱就放我袂记。从即摆开始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你才是我生命中上爱的人。 你别跟我笑想啦！我恨你，我恨你交给伊就塌落，将我来生我啊！我恨你当遐尼多人的面头前，不留我的爸爸，我带走阮爸爸一生的心血。你讲稳重收报，甲栽培你的金牌武学岛，你真正是比禽兽更加不如呢！上场愈战场，人生本来就是有输赢。搁再讲，我赢到手的，本来就拍算要甲你做伙分享的。 你用鼻涕的手段，安尼是算啥物啊？贫不见杂。好啦，金源，迄拢过去啊，咱就重新开始好不好？啊！放开！金源，我即摆心中已经误你哦，你莫拍我啦！金源，金源，请你转告金庸，唔通想要卖掉股份，家己创业。我非常欢迎你甲金庸做金城队。 无可能！我会支持阮哥哥到底。你毋常常佫有讲你想要得到金源，我看是无啥物希望啊。你等咧看啦，我有把互金源心甘情愿来对你。你毋是讲你爱的人是彭志强？ 那呢，我的代志你又莫管啦，紧去抓条伊的心啊！我是毋是应该感谢你将彭志强开除掉？我用心计较，主动金源甲彭志强做伙，安尼嘛是等于家己斗相共啊，敢毋是？既然你有心要对金源好，你就无应该打压金庸啊！啊若无，金源只有愈来愈怨恨你尔。迄是金庸哦，伊家己毋知好歹啦，想要卖掉股份。 筹备资金来甲我扯平，我当然爱甲压落底，当出来个机会啊！即马你已经高高在上了呢，你会惊伊反击啊？明静，为着金源，你是毋是应该放金庸一条生路？无可能，任何想要阻挡我的人，就是我的敌人。 只要是我的敌人，我绝对就袂予伊任何机会。林心麦，你搁有面来遮，在你今日来遮是来看我的笑话。 你甲我讲你啊，我失败上。金庸，我是来。啥物都毋免讲啊，我袂相信你的话，我袂听你讲你的话。金庸，过去我确实去互收分暗砍着你伫，暗讲我咧。莫讲啊，带你走。金庸，对了，金庸，我听讲你要卖掉你手中的股份，筹备资金，重新创业。 我当替你找买主，争取好的介绍。我有讲过，我无可能搁相信你的话。威利，你直接讲，你今日搁要变啥物？我是真心想要甲你斗相共啊！唔免啦，金庸，明静，伊对你是压力，你手中的股份唔但卖无好介绍，伊阁会甲你。陈心麦，你即马是咧甲我搬倒一出的？你已经拄我几粒刀啊！你斗
到底是啥物款的查某？我当初哪会爱着你这款无情无义的查某？我真正目睭青眉，才想要甲你斗阵死死啦！你走，我无想要看到你，你给我走！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我要有流水的感觉，好，也够这所有的家具，尤其是这日本头的家具，我拢无介意。你叫工人吼，甲车去干，好，你等下，也够啦。多少？这两道墙吼，爱甲我换新。好，是，我会按照你交代去做。多谢你呢。安尼我先过去。孙家。先生，我甲厝内底状况拢完全解决，那安尼，我就袂感觉世界拢有约好的阴影，安尼好无？好，好啦，有你的意思。多少？这个设计是特别模仿日本厝内装潢布置的，目的是为了卡上甲使用。啊，即摆哪会当化解就解。容易啊，是我决定要改的啦。敢有需要经过你的同意？真实的，我是伫咧甲阮岛上讲话。先生，容易啊，你就减讲几句啊，知无？来。先生，你即马又在中意对我大声声是？你莫生气啦，阮总系有中医一点仔时间来适应啊。搁再讲，你讲装潢东、装潢西，你讲啥我就拢答应嘛，不考虑啊，对吧？那安尼，装好煞了，我爱你送我一件礼物。好啊。你若麻烦我，到底要爱什么物件？这哪有啥关系？反正你介意啥，我拢送会起啊。那安尼，你也听好势啊！我要做名正言顺的伊都会。安怎？你反悔啊？对无？哪有啊？为了这你对我上好啊，你一定会答应我。这明明是软土清骨，隐贵立体，想袂到帮助岛上挽回9月份，煞来害一座厝变甲乱糟糟，搁害卡上失去一个温暖的家庭。我一定要阻止伊的野心。我先等下，金华，你等妈妈来了，金华，金华，金华，放开啊！金华，放开啊！你哪变瘦啊？厝内面发生安尼大变故，我敢袂变瘦？难道是你？看起来气色阁袂歹。真想你甲恁哥哥的心，也到爸爸，你敢
甲伊都头拢在紧加过的时阵，爸爸人中风倒在病院，你知影无？安怎无？你敢会关心？我当然袂关心啊！我唔相信啦！你若是真正会关心阮，你哪可能心肝遐尼向来甲阮放散？不管安怎讲，我嘛甲恁爸爸做20多年的翁仔某，这是阮顶心来受来的缘分。也搁有，你甲金明，拢是妈妈的心肝仔宝贝。有倒一个查某人会放人放囝安尼做，妈妈安尼做，实在是有不值伊的苦衷。你到底有啥物苦衷？你紧讲啊！我即马阁无法度讲，也毋过请你相信妈妈。妈妈安尼做，拢是为着要保护你，也有恁哥哥，也有恁爸爸。我安尼做，我的心肝有偌疼，你知无？金华，你一定爱相信妈妈。我做出这种袂情袂理的代志，互我翁婿误会我，我的后生查某囝怨恨我，外口的人伫我后壁起起嘟嘟看袂起，你有想过无？妈妈是安怎好好金钟财富你唔爱做，要做出这款袂见笑的代志？那是为着要保护你，只要你会当平安，就算讲全世界的人拢看袂起我，嘛我是要见笑查某，我都愿意忍受。妈，是不是伊头头拢甲你威胁？你莫问较济啦，有一寡代志，你也是毋知影对你比较较好。妈，你去病院亲嘴讲，互爸爸知影好无？我袂用得去，请你原谅妈妈，我真正无法度去。你甲妈妈讲，恁哥哥过了好，伊也是真怨恨你。我知影。希望一天，恁哥哥会当了解妈妈有不一定的苦衷。不对嘛，妈妈即马讲的话，你一时嘛无法度相信。也毋过，有一天时间会当证明一切。金乖，答应妈妈，有时间就甲妈妈见面，让妈妈会当定定看到你，好不？上无，你嘛会记得妈妈什么所讲的话。我要来走。我真正唔知影你的演技遮尔好，也毋过真可惜，照我看来，你是无可能挽回金庸甲金华的心。还是阮母仔囝的代志，唔免你加步。你误会啊！我是真正爱关心你呢。囝婿关心长女，这是应该啊。我听讲，你甲彭志强赶走是？我长妈，你无听过一句话讲，情人眼里是容不下一粒沙子。我的巴肠无法看，哪有可能彭志强做我甲金华的第三者？我足急的要做你的囝婿，你敢唔知？你也毋是毋知影金瓜的个性，就算讲你要娶伊，嘛爱伊点头才会。这你唔免烦恼啦，我有自信，金冠会心甘情愿救我。天下父母心，我相信你嘛希望家己的查某囝嫁入门以后，会当享受荣华富贵、有用袂完的钱。你讲对无？林静啊，你
什么时阵变到这尔贪心啊？有够无一团还阁无高兴。你了解就好啦。以后这个竞赛就要靠你哦。你应该会提我这个冠军。你一定要有我满意。我会。那呢，我是来说事情。对啦，你若要为金夫人变做伊道夫人的时阵，还会记放贴哦。喂，抗议就要来啊！你家己的板凳要做啥？什么意思？七号，七号，你回来台湾啦？我知影你会回来岛上的身躯边，那就最近好无？我经常拢甲我讲啊，我若是讲唔转来顾咧，这个家就要互迄只诱拐别人红菜，互你才霸占去。我一定的红粉再起，我一定的红粉再起，我一定的红粉再起。我经常拢甲我讲啊，我若是讲唔转来顾咧，这个家就要互迄只诱拐别人红菜，互你才霸占去。你两个先出去。啊，多谢。对哦，对许多人通无礼貌。岛上知影你暂时一定无法度接受这么大的改变，也毋过过一阵啊，你就会知影，其实玉芬阿姨人真好，伊会甲你当作亲生查某囝看待。来啦，叫人，要毋就叫。天星，不要紧啦，可能只有拄为日本来伤忝啊啦，莫勉强伊啊。以后日子还阁遐尔啊长咧，大家咧。好。岛上，你甲伊带来遮，又搁为着伊买新家具重新装潢，刷落来，毋就是要卡上甲你离婚，准备好娶伊啊是？是哦。你毋讲，就表示你承认啊。想袂到，卡上伫你的生活内已经无存在啊！我绝对袂答应。你即摆甲伊赶走，我不想要看到伊。咱不要惊遮尔久无见面，敢若袂当坐落来好好讨论一下？咱甲朋友拢食歹关心。我唔管啦，你唔肯赶伊走，那安尼我就请自己来赶伊走。咱来内面讲，听啦。看，中义答袂过我，煞叫只有转来对我。是哦，我是恁岛上啦，你唔通咧卡袂着，就要请恁市长出来安尼威胁我。谁叫你唔肯听我的话，甲迄只互伊才赶走？是哦，就算讲你对恁玉芬阿姨有啥物不满，讲话要注意，你是受过教育的人。我安尼业绩有啥物唔对？我原本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互迄个查某疼煞，即摆无论我选倒一边。不是无做人，就是无卡上。我无法安尼，我要甲较早同款，我三个卡上都伫咧我的身躯边。是哦，真实的啦，拢是岛上唔好啦，害你失去一个圆满的家庭。也毋过，岛上向你保证，我一定还你一个圆满的家庭，搁还你一个对你更较好的卡上，好无？我无爱，我永远拢只有一个卡上，啥物人拢要接受，要代替伊的地位。是哦，恁卡上已经成全我甲恁玉芬阿姨啊，是毋是？你嘛会当谅解阮这段分开20年的恋情？可怜的是卡上，伊事事行人拢顺利，明明知影家己爱你比你爱伊较济。
从来唔捌怨叹一句话，就算讲伊互你放三顿去日本，我只有逐工伤心流目屎，唔捌怪你。我真正想无呢，遮尔好的一个太太，伊倒真正比袂过迄个查某。杜生，你目睭一定要看好清楚，迄个查某人会用反面无情，放工来对你。以后嘛同款，会反面去对别人。我上看袂起的，就是只见一个爱一个查某。看来少，是我留喺天生的身躯边上大的阻碍。杜生，我实在无想要讲遮歹听话。你若是甲比卡桑甲你离婚，去娶别人，我不但袂理你这个杜生，我一定会请记长出面主持公道。是哦，你哪会阁甲你罗志祥搬出来？自头到尾，我并无讲要娶别人啊，我嘛无讲要甲恁卡桑离婚啊。其实哦，我心内上界挂念的就是恁卡桑，这绝对是我的心内话。看起来你只是暂时互迄个查某骂去，还佫有救。原本我是无可能甲迄个查某带做伙，毋过为着你，我愿意带落来保护你，而且我会甲迄个查某顾条条。你哦，你已经老了，安尼上好啦。等下大家做阵出去食饭，算是甲你食好啊。大家告迄个查某。是哦。你毋免为难嘛，我嘛忝啊，无想要出去，要食你家己去食。你拄则所讲的话，我拢有听到。只有伊换是互你请，看我无，我袂生气，我嘛袂怪伊。也毋过，互我上伤心的是，你竟然连操我的意思都无。你千万唔通误会啦！我拄则是要安大只有才会安尼讲的。老实讲啊，我甲姚哥分开，对只有来讲是一个真大的打击，是我这个做道上的亏欠伊。也毋过这20年来，我要带你的决心，从来都毋捌改变过。这点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的口罩，我拢知影。也毋过，中医伊毋肯接受我，即摆又用迄一个分我离开的手，这个家敢要有我存在的空间？强行要偌久，我就要互赶出去。袂啦，今仔日你讲气话，你毋通放在心肝头啦。你已经是这间厝的女主人了，我向你保证，绝对无人会当影响到你的地位。你对我好，我拢知影，我嘛无想要互你为难。只是，我想要较早得到一个正式的名分，我怕咱两个出去的时阵，互人咧背后安尼叽叽嘟嘟讲咱的闲话有啊，我知啦，都已经等20年啊，搁等1站啊！我相信无偌久，中医甲只哦一定会接受你。上好是安尼啦，若无互赶出去的，绝对毋是我。我一定的红粉再起，我一定的红粉再起。
小姐，迄个查某人我礼拜啊。啊，毋过不要紧，即摆有我伫个，啥嘛免想想抢做较重的地位。我绝对袂予伊迄个查某人好食亏。早晚我会记伊乖乖离开。我嘛真后悔，当初我实在无应该干那听杜桑的命令去伤害卡桑。你阁好意思讲？早知影你会暗护我杜桑，甲迄个查某人偷了暗去。卡桑当初就无应该，无性命威胁记你一命。我真正是为卡桑足唔值，拢做一寡戆代志。卡桑即马好，当然嘛唔好啊。伊即马也是真伤心，伊放袂落杜桑，逐工都眯伫咧房间咧哭，唔敢互人看到。伊惊若是互志强知影，佮想起会对杜桑不利。我一定会找机会当面甲卡桑请罪。轻罪不如将功赎罪。我即马就互你一个机会。原本我是总无想要甲迄个查某人讲话，或者是有啥物交叉。啊，毋过即马想想的嘛毋对啊。我若是又在意，杜桑就要互伊霸占去啊。是哦，若是忝，就倒厝休困。有啥物代志，等困饱有精神再来讲。中义，你就留踮厝的陪饲哦，阮食饱饭随转来。嗨，等一下，杜桑，我饱肚枵啊呢。哦，我也是想，互大家替我食饭，食饱好了后，再转来休困，较有影。好啊，你爱食啥？甲杜桑讲，杜桑随派人去订餐厅。不要紧啦，先出门才来想嘛，袂慢啊。行，一个。哦，你就慢慢啊，行就好。是哦。但是啥物天大的苦种，连家己生细查某囝拢袂咧讲，拢袂当信任上，莫去互伊骗去啊啦！无，妈若是有讲袂出嘴的苦种，若是要保护咱金家，伊牺牲伊家己，然后一个人去对付遐个歹人，啊，咱若是讲毋肯甲伊见面，毋肯谅解伊，安尼敢会伤过残忍无情？真正残忍无情的人是咱金家，过要一段会失去金权，爸爸即摆的倒地面子，拢是伊害的。伊无资格，我叫伊是小妈妈。哥，今晚莫搁讲嘛！我甲你讲，以后不准甲这款袂见小查某见面，有听到无？爸，你真是啦，爸。爸，你真算是真神啊！我甲哥哥拢足欢乐哩呢。我才拄啊，伫鬼门关走转来，头一句听到的。就是你咧骂你妈，我无讲啥个啦，爸，你好好休困，啥物代志拢莫想，这个代志交我来处理就好啊。若是交互你处理，你妈妈就算是想要回头，嘛互你一个不好做，佮别走。亲像这款放翁放囝。放杀家庭的妈妈是无资格要求，囝儿对伊有好，伊搁较无资格来咱金家大门一脚步。我今也袂死咧，什么时阵轮到你做主，我定伊妈妈是毋是会用个转来？看起来。真情我靠近你的话，你拢完全无听入耳。即摆我爱你亲嘴答应我，袂用个搁安尼对待你妈妈，怨恨你妈妈，这样。敢讲我的话，
你拢唔听叫讲啊！爸，这个甲你害到这尔凄惨，绝一个查某，你怪原谅伊，搁叫我原谅伊，我做袂到啦。我知影即摆第一款，怪我无听你的话，啊，毋过我请你替你家己想，莫讲两心啊！你即摆倒伫咧遮，迄个查某敢有替你伫想？伊即摆当地甲伊的客业在逍遥，你根本就无顾你的生活嘛！我就怀念以前的日子呢。以前咱甲卡桑全家伙仔做阵食饭，卡桑拢会替咱甲虾仔摆甲好好的。即摆卡桑无伫咱的身躯边，我真正足袂关心。杜桑，我感觉还是卡桑较温柔体贴，是一个好太太、好卡桑，你讲对无？杜桑。你讲对无？这个囡仔毋是巴肚枵，那足够话啦，食饭啦。姐哦，其实买虾壳嘛，毋是啥物困难的代志啊。既然恁爸仔囝拢爱食虾啊，天线爱食就加食个。好。姐，来，这只互你。你啥？我哪会感觉这虾仔减一味啊？你食看卖，看到底是减啥物味好无？我了解啊，这个意思是讲，金夫人买的虾啊，减一味妈妈的味道，对不？ bingo！ 要是你讲吼，较了解我。妈妈的味道吼，毋是任何人会当代替的。同意啊，是有乜代志，你来算脑残嘞，食饭啦。你哦，减讲句话，加食一寡。小芬啊，来啦，食啦。啊，你讲做？你嘛可以食。老三，老三，我食饱后，规个人精神都好起来呢。好。你足久无陪我行去啊？你陪我算几磅？这。你讲，你做裁判行去咯？来啦！来，你坐下。敢唔当卖耍？咱跟较早同款吼，你学的我学的。姐，领导上平常时啊，拢咧无闲讲事啊，真难得有一天当较早休困的。包括安尼啦，等领导上另工若有休困，才搁陪你佚佗好无？导上，你平常暗时吼，若是有应酬，这时阵毋是咧食饭，就是应该甲客户讲生理抬杠对无？对啊。那安尼，你查某囝想要甲导上行去，而且即摆时间还阁真早，你就当做是甲你的查某囝应酬者好吧？是哦。你当作以前道上对你好，拢是咧应酬你啊？你安尼讲哦，道上会真伤心嘛？好啦，我就陪你行一半期啦。玉芬，你若忝啊，啊无你先入去房间休困，我甲伊算一半，随入来。好啊，快弟，只有才拄位日本来呢，你陪伊嘛是应该的。是讲天线，唔通加伤晚呢，安那无耽误着明仔载公司就唔好啊。我知啦。道上，明仔载公司无啥物重要的代志啦，我拢已经发落好啊。安尼上好啊，永安嘛，我来当好好甲你行一半。较行一步啦，你还袂进步。
顶规家伙啊，欢欢喜喜伫遮享受天伦之乐。阿哥，说起来啦，爱安尼孤孤单单关喺房间仔底。今晚我有提供金融甲金牌收购边，嘛唔知迄两个囡仔过了好无？喂，妈，你今晚人伫倒位啦？我就想你呢，爸妈赶快就想你。你先莫讲，你甲妈妈讲，发生啥物代志啊？妈，我叫你来陪伊看爸爸好无？就算讲只是一个普通朋友，咱嘛是会起来看一下啊。何况你甲爸爸阁是翁仔某，你阁是阮上亲的人。妈，我求你，你来陪伊看爸爸好无？好啦好啦，你莫讲，妈妈洗过哈。妈妈是毋是愿意来看我？我就知影，伊会来看我，伊一定会来看我。爸，我就知影妈的心内伊还阁有咱，伊无甲咱放互袂记。真正的一切，一定就亲像伊讲的，有伊的苦衷。所以爸，你一定要较紧甲你家己的身体养护好，然后咱才甲哥哥去伊岛迄边，甲妈妈叫回来。哎，我想要耍啦。是，遮尔晚。无啊无啊，我要耍啦。我车见见。哎，玉芬，遮尔晚你是要去倒位？我嘛唔知影有倒位会当去啊。为着出去行行的，到遮空气总是较好啦。在这间厝的，就只有我是一个人尔。玉芬，玉芬，走吧。我钱拢排好啊，紧来，我要耍啦。笑，恁行啦玉芬阿姨。行啦。哎，你这囡仔哪安尼？来嘛来嘛，坐坐坐，伊拄仔输啊，你先。我无爱耍啊啦！自从迄个查某一出门，你的心就对伊飞出去啊！敢讲，伊伫个生活内真正遐尔重要，连我甲靠山两个加起来，拢不会赢伊心。是哦，你家己想看觅你囡仔表现，倒上心内若是无你甲恁较送，敢会使互你安尼无大无小，遮尔无礼貌？我会安尼做，我是迄个查某骗的呢。想叫伊来破坏你甲靠山的感情，破坏咱的家庭，可想去做我的靠山。是哦，倒上该讲的拢讲啊，也是希望你会当谅解我甲恁玉芬阿姨的感情。感情的代志，若互缘分去做主，毋是别人硬要甲你送做对就会用的。后摆你心内若是有意爱的人，你就会当体会。较早有困啊。倒上，明明就是真正无骗的狐狸精，谁让倒上偏偏爱对伊遐尔痴情啊？我甲伊的人是志强，啊，毋过志强甲金花姐是公认的一对。敢讲我甲志强嘛甲倒上讲的同款，是爱靠缘分来做主。姐，你想啥？无啥啦，只是倒上拄仔讲的话，我想到志强。我一定会和阮在一起，我一定会和阮在一起，我一定会和阮在一起。大哥啦，爸爸即摆是毋是加足操劳的？甲以前拢完全无共款啊！啊，若是互你妈妈看到我这个模样，毋知心内会安怎想？你即摆破病，面色有较歹看，我相信妈妈一定会当谅解的啦。妈，
你总算是来啊！自从你离开了后，咱这个家就无亲像一个家。尤其是爸爸啦，伊足思念你的呢。伊这个中风试过来了后，伊嘛有真多话想要甲你讲。我毋是来啊，今个妈妈有一寡话想要单独甲恁爸爸讲。爸，你有啥物话，你就尽量甲妈讲，我去买一包宵夜。玉环，我就知影，你的心肝袂遐尔弱。不管你是什么不得已的原因，要来离开这个厝。只要你肯回来，规家伙团圆，咱会当重新开始。万山啊，你即马中风讲话无方便啊，我看你敢讲几句话，听我讲就好。算起来，你嘛已经是一脚踏去观察。姑母集团的经营权，嘛交别人咧经营啦。我相信，你绝对唔甘看咱的后生甲查某囝缀你受苦，对无？这两个囡仔，若无法度过到较早迄种富裕的生活，一头搁爱照顾你这个中风的老爸，无法度去打拼家己的事业。万山，因为我会带恁查某囝转来看你。上主要，我是希望你会当考劝两个囡仔来缀我。玉芬，咱20几年的红情，我毋捌亏待你，你的心莫话变就变，甘忍心来破坏咱共同建立的幸福家庭。心。我的心自头至尾都唔捌变过，一直是跟在伊朵大佬的身上啊。只要你肯放手，让两个囡仔来缀我，我一定会真感激你。另外，我还阁会请一个看护，24小时来照顾你。安尼安排，唔是真好？原来你是当来加工条件的，要甲金玉甲金花啦。替我幸福比抢走。万山，虽然讲你的生意已经失败啊，也毋过安怎做才当得到上大的利益？你应该还阁是真清楚才对。你好好考虑看卖咧，我希望你量早会当予我一个答案。我无想要搅了你啊，你好好尽量。既然我还讲到尊严，我不如。一定是咧抓一个查某，讲话刺激爸爸，爸爸才会拔管自杀。是爸爸有三长两短，我伊卖命。哥，爸爸即马搁在内底急救，你莫当遮发脾气好无啦？而且我嘛有看到妈妈，伊对爸爸态度嘛真好啊。迄是你看到的情形，哪里无看到的时阵呢？我甚至怀疑，爸爸毋是自杀的，伊是去互迄个查某车倒。然后，甲爸爸的卫生权错掉。妈哪有可能杀家己的翁婿啦？你真想法伤过恐怖啊！我无想要听，你莫搁讲啊啦！医生，医生，阮爸爸伊敢有要紧？命是捡到，但是精神状况真良好，好残就受到足大的刺激，
等伊醒起了，一定爱顾好，唔通顾伊做吼这较早的代志。那医生讲话你有听到？爸爸是受到真大的刺激，才会自杀。一定是迄个查某害。你甲爸顾好掉。哥，哥。万山若是肯予金庸甲金外来地我，阮母囝三个人联手，甲中医甲西药压落底，后一步就是甲万山离婚，嫁予天心，正式接管天心的事业。叫你再来一下。把迄个无情无义、放我囝全部叫出来！谁准你来遮大细声的哈？我你的代志啊！金苗，金苗，阮厝是随时欢迎你来，不过我无希望看到这种情形。你甲爸讲者，是安那？伊会去甲自杀？你爸自杀？你别搁顶醒啊啦！张，你去找伊了，伊就自杀，一定是你害的。小阮，张啊，你去找金万山。要安怎讲，才会当互天心甲金庸拢满意？我一定会风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金庸，你听妈妈讲，张啊，我看到人爸仔囝伫台面，紧紧相亲，妈妈就足思念你啊，佮有你妹妹。我出去散步的时阵，竟然为病医打电话给我，我就紧去病医安慰伊。啊，若恁爸爸，我只是甲安慰两句啊，我就走。天心，你敢会怪我？小芬，我国家只有团圆的，却无顾到你的感受，真是的。阮爸爸顶面无命啊！恁一对狗男女，顾到才担心煞嘞！金庸，讲话要较注意。我是看在玉芬的份上，才会这么吞稳的。若是别人伫我面头前安尼大细声，早就去死！你莫俩总讲你伫遮甲我电话我就惊你，惊死就袂来遮啦！我爸爸醒过了，我爱问个清楚，假使互我知影是迄个陪计少的查某害自杀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还佫有，我承认甲你大家警告，假使若互我知影恁倒一个人甲做出伤害阮爸爸甲兄妹代志，我会甲伊拼命。袂歹，叫小真好啊！你莫甲伊计较好无？金庸，你就是妈妈谁都甲你讲，你怎么敢对得出来？好好一声。你讲我是哪是你？真像，你还袂警觉，我的妈妈都已经死了。若毋是你讲，你手头2成股份卖予伊，佮把遐个钱摕走，阮金家。嘛袂变到这个地步。跟我一趟，辛辛苦苦打拼20多年，无功劳嘛有苦劳，因2成是我应该得的。好，你即摆唔肯理我这个妈妈，我嘛无你这个后生，你出去，出去！
动去。来啦！金明，这是甲你一点仔教示，互你知影天地有几斤重，唔通食无三百应菜就想要上西天，死计伫外口惹麻烦，互恁老母的烦恼。卖了，尊公，你安尼对待我就会认输。走起，我会偷偷回来。好啦，你莫阁讲，你紧转去，起来先看，紧来。小芬啊，我是替你伫教囝，谁知伊这么不受教，伊这种懵懂的个性，若是搁唔改，早晚会出代志。拢是你害的啦！家己学习管好，你甲经甲舞蹈，即马佫想要害阮大声？是哦，你是嫌今日透早找无够留热心。倒算若是佫继续维护迄个狐狸精，早晚咱规个伙仔拢互迄个查某害死。多少已经好白去啊啦，咱讲啥伊拢听袂入去啊。一透早就互迄个金龙乱甲开把火，免困啊啦！规气来去找人算账。算啥？唔知七号小姐少爷大驾光临，无提早去门口迎接，实在真失礼。来，请坐，我叫人泡茶。唔免啦，我是来找你算账。我真正感谢这场车，我看清楚你的情面，有怪我的问题，我孝顺阮家的财产。伊用欺骗的手段去侵占别人的产业，佮抢别人的某，安尼敢讲无叫比屁？伊哪毋管你妈妈，是手人红晒的狐狸精。今仔日所发生的一切代志，拢是恁妈妈叫我做的呢。我听恁都袂负啊，哪有可能做伤害恁的代志？我是你的查某囝，我袂去害你。我即马就要知影，你到底有啥物苦衷？